来看南投清境有一个未食熟的查甫人，煮试龟来请朋友斗阵食，结果造成8个人食了中毒。这个煮食的查甫人家己嘛不幸过身。医师着警告，试龟袂因为煮过就无毒，若是处理无好势，食了恐惊是中毒死亡。甲处理过青的试龟皮、肉甲北来分别装一块处理，煮过成品也必须另外包装，拢要交予卫生局来进行化验。因为2号暗时，在南投恋爱清境开小食店的4红的查甫人，招招朋友来店来食饭。4红的查甫人甲朋友送的试龟摕出来，家己料理，互大家斗阵食。无想到2日早起，陆续传出有人无爽快。4红的头家发现时已经死亡了。今早被有人发现洪姓民众倒卧家中，明显死亡。另昨晚同行食用河豚肉汁有人，已有8人送医，目前在普隆急诊室观察，尚无生命危险。根据警方初步了解，这送病院的8个人是昨暗啉这个试龟汤。早起出现骹手麻痹、坐袂牢，头壳晕才症状了后，赶紧去病院。也若负责煮的4红头家，敢若受食这沙西米，怀疑可能因此中毒死亡。医师讲，有毒的试龟所含的试龟毒素属有神经毒素，减互基底。民众食了后，大约10分钟到45分钟就症状，主要出现嘴唇甲喙齿麻痹、喙齿麻痹、吐、失声、喘气困难、血压下降，也佫渐渐毋知人顶。而且毒素袂因为煮过了后而失去毒性，食了后若是中毒严重，恐惊危及性命。河豚毒素它会存在河豚的皮肤，还有一些内脏组织，包括肝肾，还有包卵巢。即阵试龟中毒并无解毒剂，只使用支持性疗法进行治疗。警方已经报请检察官甲法医小验，也已经甲检体送到卫生局，要进一步调查事发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